恁嘞，唔知倒一个孩啊，暴用叔叔，假报叔叔的名义骗女生，欺骗女生，骗女生尿尿的地方。叔叔已经一礼拜啊，差不多一礼拜拢无开直播啦，都没有跟你们聊天啦，没跟你们聊啦，所以叔叔想讲吼，趁今天吼，赶快吼有空档吼，顺便跟各位吼分享啊，分享最近吼叔叔遇到的了事啦。什么林志颖？倒位有林志颖？倒有林志颖？你安怎看的？我哪拢无看。留言那边要看，我真的看不到林志颖在哪里。林志颖在哪？我根本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真的看不到，无，看不到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没有礼貌，抱歉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没有礼貌，我真的没有看到林志颖啊，好不好？抱歉。如果你真的有在线上的话，哦，对不起，可能没有看到，要跟你打招呼哦，哦，小旋风哦，哈，你好哦，你好哦，安安了，哦，抱歉了，小旋风叫你别气，没有啦，没有生气啦，没有生气啦，讲话哈比较大声一点而已啦，稍微比较大声啦。叔叔啊，叔叔最近啊，粉丝团的收件夹，叔叔 IG 小盒子，规个都是私讯，问叔叔，你敢有咧耍到一个交友软体？叔叔，这个是你吗？社交软体，恁爸讲几啊届啊？讲几遍啊？恁爸哈，恁爸做一个企业家，恁爸还有迄个美国时间，甲你伫遐咧耍什么交友软体？哈，乱七八糟，然后将树恁爸混开。阮市内兄弟啊，市内阿兄，打电话给叔叔，问叔叔。你这阵仔敢有困别人的车啊？我讲无嘞，没有啊。我1个多月都在家里呢，我都在嘉义呢，不是在公司就在家里办公了，都没有出去了。你嘞，唔知倒一个孩啊，暴用叔叔，假报叔叔的名义骗女生，欺骗女生，骗女生尿尿的地方。你嘞，这个女孩子，再跟你们讲一次哈，不要那么傻，傻乎乎的。叔叔这样看不出来吗？认不出来吗？这样你还有办法被人家骗？你母灵，恁爸会困别人的车啊吗？敢会？叔叔伫南部、南台湾哈，痴情的男子汉。人不纯情总把哈痴情 USB 哈，恁爸会睡人家吗？叔叔严正呼吁哦，不要再暴用叔叔的名义哦，哈，在什么交友软体哦，骗炮哦，刚听好恁爸意思，不要骗炮哦，叔叔为人正直嘞，不会这样嘞，哈，乱七八糟。